香港走出非典型肺炎疫症風暴，但係就付上沉重嘅代價。喺沉痛嘅背後，我哋見到人性光輝。淘大社區居民互相扶持，一班前線醫護人員發揮捨己忘身嘅犧牲精神。8位醫護人員更燃燒自己嘅生命，為咗救治病人而不幸受感染去世。佢哋令香港人重新認識香港精神，喺逆境中依然積極面對。當中包括第一位因公殉職嘅醫生謝婉雯。此時此刻，我們深切懷念謝婉雯等以身殉職的醫護人員，他們的英名和美德將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謝婉雯醫生係屯門醫院胸肺科嘅主任醫生。喺今年3月底，佢自動請纓進入深切治療部，救治危殆嘅沙士病人，因此感染非典型肺炎。婉雯同病魔搏鬥50個晝夜，佢一直都無懼無怕，無怨無悔。佢嘅一生雖然短暫，但係就見證咗人世間嘅真善美。3月初，疫症爆發，醫護人員對於沙士嘅了解非常有限，但係作為一個胸肺專科醫生，面對呢一個呼吸道感染疾病，婉雯深知自己責無旁貸，所以當屯門醫院開始接收沙士病人，佢毫不猶豫，第一時間走上前線，肩負起拯救病人嘅責任。佢翻嚟仲講我聽。我哋入邊屯門一組人幾好啊，個個都幾好。我今日先收一對夫婦啫嘛，又證實咗係呢種病啦咁啊，咁啊同佢插喉收咗冇乜嘢啊咁。嗰日都係月尾啦，3月尾。佢好願意即係出嚟做，盡佢嘅責任去做嘢，所以佢根本就唔可以話唔使揀，佢自己就願意做。醫生嘅使命，婉雯從冇忘記。身邊嘅朋友、同事甚至病人都被佢對生命嘅熱誠同犧牲精神所感動。醫生嘅職業更係佢由細已經認定嘅終身理想。喺讀小學嗰陣時，喺屋企食下飯，睇緊電視食飯。咁啊，電視個鏡頭咧影緊嗰啲救傷嘅咧。咁佢話：我大個要做醫生啊！咁我話問佢：我話點解你要做醫生？佢話我要做醫生救人啊嘛！佢話我中意做醫生啊嘛。5、6歲時候嘅孩童戲言，婉雯一直視為奮鬥嘅目標。童年時代嘅婉雯住喺葵涌石蔭村，雖然生長喺一個草根家庭，佢嘅學業從冇令父母擔心過，成績一路都係名列前茅。85年中學會考更加考取到8優嘅成績，成為當年嘅女狀元之一。第一次打電話翻嚟揾媽咪咯，佢話媽咪啊，你知唔知道我考到咩成績啦？咁我話最多咪2個A， 或者3個B， 有幾個 C 咁啦。咁佢話唔係啊，我考到8個A 啊，咁啊好高興咯，做媽咪嘅好開心咯。但聽話得嚟咧，唔係嗰啲冇主見嘅學生，咁係一個勇於負責任啦。咁亦都係一個我覺得最欣賞嘅係一個佢不爭競嘅學生，佢唔會同人哋爭嘢嚇。咁辦事亦都好交代咯嚇，咁都好能夠去體貼老師嘅心。咁所以啲老師好深嘅印象就話，即係其實佢一直個感覺都係話佢係好
做好多係服務人嘅嘢，多過係俾人哋係 to be served。1987年，阮文以優異嘅成績獲中大以暫取生資格取錄。喺選科嘅時候，佢毫不猶豫選讀醫科，揀選一條艱苦而充滿挑戰嘅前路。我話你自己諗住讀醫科，你自己承唔承得到起啊？咁又驚佢嘅體魄又唔係幾乜咁。佢話得㗎啦，媽咪啊，咁我總之我會盡到我自己嘅能力去做㗎啦。咁佢話我唔怕辛苦，咁我會盡我自己嘅能力去做㗎啦。你成日都係話我擔心佢咯，掛住佢咯。咁佢話你唔使成日掛住我咁多㗎啦，我大個女啦，咁我自己會有主意點樣做咯。我放工翻嚟大約個10點零鐘啦，晚上，跟住啲朋友膠攬住個菠蘿，咁我啊攞嚟喺以為嗰係膠㗎，原來我反轉嚟喺係真嘅，咁一陣你就醒咗喎，我話你攬住嗰個嘢做咩？佢話我眼瞓啊嘛，係啊眼瞓，我話係假嘅，佢話唔係啊真㗎咁。選擇行醫救人，選擇進入沙士病房，阮文將一切視為天職，所以當不幸降臨身上，佢可以坦然面對。4月初，疫情踏入高峰期，屯門醫院接收嘅沙士病人越嚟越多。4月3日，阮文開始發現自己有被感染嘅跡象。突然間收到個電話，話佢發燒，嗰一刻真係好愕然，因為即係我哋唔想發生嘅事就發生咗。入咗去咧，其實第2日都未照肺，即係肺片咧係未驗到係有 SARS 嘅。到第3日咧咁咧就先至證實到，咁咧就開始肺原來有啲花點啦咁佢話係證實感染到 SARS 啊咁但係佢仍然都好樂觀嘅，仍然都係好開心啊咁，連續有成個禮拜嘅時間，我哋日日通電話。喺病發嘅頭10日，阮文嘅病情一直都幾穩定。為咗唔想媽媽擔心，治療嘅過程幾辛苦都好，佢一直都堅強咁面對，從冇半點怨言。佢最擔心嘅反而係媽媽亦受到感染，不停叮囑佢接受詳細嘅檢查。我咪再打電話俾佢咯，我話聽見啊，有個舊友講話你燒嗰啲藥你好辛苦啊咁。自己拎起電話寫嚟喊咯，佢話媽咪你唔使掛住我嘅，咁樣你都成日咁喊咯，咁第日咁我實會翻出嚟，我實會翻出嚟嘅，最多係21日嘅啫咁，即係話佢嘅心目中咧，如果有啲乜嘢緊要咧，咁你仲咪更加點算啊咁咯。喺病房入面，阮文一直係最合作嘅病人。醫生嘅經驗，佢知道自己嘅病傳染性非常高，所以佢從來都唔會離開病房嘅範圍，怕感染其他人。醫生嘅刻苦訓練，亦令阮文喺學習過程中磨練出堅強嘅意志。阮文喺1992年醫科畢業後，馬上投身屯門醫院服務。10年時間內，佢不斷進修，考取咗3個專業資格，由急症室醫生到老人科、胸肺科專科醫生。佢真誠嘅態度贏得所有病人、同事嘅信任。佢嘅溫柔能夠令最野蠻嘅病人都乖乖聽話。佢個人好好啦，好隨和啦，就好樂意幫助人哋啦，就即係不論上下都好啦，嗌佢幫下手做下啲嘢咧，佢都好 OK 幫我哋，即係幫人哋做咯。咁我所認識嘅佢咧，就係一個好殷勤嘅人啦。
好主動嘅人啦。甚至我哋好多見習醫生所做嘅瑣碎嘅嘢咧，本來唔應該係佢主診醫生做嘅，咁但係佢都係願意去為我哋分擔啦。好多時我哋唔出聲，擺低喺台面，見習醫生本身一沓嘅功課咧，佢都願意去即係自己攞嚟做。甚至做咗嘅時候擺翻低，我哋都唔知道佢已經做咗。咁一個好令人敬佩、好令人仰慕嘅醫生咯。喺治療過程中，婉文都會睇翻自己嘅肺片。作為一個胸肺科醫生，佢好清楚自己嘅病情並唔樂觀。睇到自己嘅肺片越嚟越花，佢仍然好有信心，自己好快可以康復出院。身體雖然變得軟弱，但係仍然冇停止關心身邊嘅人。佢真係好堅強嘅。其實佢病嗰陣時，我去個巡房，咁嗰時係好初期，咁我同佢講，即係問候佢啦，咁佢就真係提醒我話，我可能要改一改呢個眼罩嘅啫，眼罩要加強啲保護先至可以即係得嘅，普通嗰啲未必得咁樣。咁諗翻下即係嗰啲保護裝置啊，咁樣去提醒我哋點樣加倍小心，仲好關心我哋。因為我有個姊妹又係連續低燒咗個幾禮拜，咁我仲同佢傾偈，即係話應該點樣去幫呢個姊妹咧？咁佢仲喺度諗緊點樣去幫人㗎嚇，咁佢好好咯，即係唔係諗緊自己嘅病情，係諗緊嗰個姊妹應該點做，可以有啲咩步驟去做咁樣咯嚇。婉文係一位虔誠嘅基督徒。1995年，佢聽信福音，得着一個永生嘅盼望，仲喺2000年9月16日受浸歸主。喺98年，佢計劃同拍拖多年嘅男朋友陳偉興醫生結婚之際，發現對方患上血癌。我哥都有問，即係都有問過文文啦，即係如果神要你聽日就離開啦，咁你會點啊？咁文文都答話，如果呢個係神嘅旨意嘅話，我會順服咯。喺患難中，婉文並冇逃避，依然緊守彼此嘅盟約，陪伴偉興走呢一條抗癌嘅道路。對佢嚟講係一個幾大嘅信心嘅考驗咯。但係我欣賞佢哋就係喺初期，佢哋係都唔知點樣去面對，或者唔知點樣做都好，但係佢哋一齊嘅去禱告，去尋求呢位神嘅幫助咯。咁佢哋一齊禱告啦嚇，佢哋就心裏邊係覺得神係幫佢哋講説話。Albert 神會係醫治 Albert 嘅，咁以至佢哋係有信心去踏上呢條路咯，一齊嘅去面對呢個病咯。偉興嘅三弟偉忠同哥哥嘅骨髓吻合，偉興就喺99年進行骨髓移植手術，而且非常成功。經歷過呢一次重大考驗，婉文同偉興嘅感情更加深厚，於是決定結婚。婚禮以彩虹下的約定為主題，紀念佢哋嘅愛情。即使經歷洪水一樣嘅大考驗，仍然矢志不渝。就好似當初神以洪水滅世，大雨過後現出彩虹。神與挪亞立約，永遠唔會再用洪水淹沒大地。彩虹為證，千古不變。佢哋真係冇諗到咧，佢哋嘅生命係咁短暫嘅。即係佢哋雖然大家知道醫生可能cancer， 因為我知道佢哋有個潛伏期咧，喺5年之內，如果唔翻發咧，咁先係可能過一個危險期。但係佢哋嘅信心好大，咁佢哋唔會因為呢啲嘢攔住佢哋嘅愛，同埋佢哋因為一個係基督徒兩個，佢哋好明白 commitment 即係盟約，盟約係對佢哋嚟講咧係好大嗰個立㗎。咁我覺得唔係因為係有咩環境嘅影響佢哋嘅盟約。結婚後唔到半年，
歷練再次臨到婉文嘅生命之中。01年5月，偉興嘅血癌復發，第二次換骨髓亦唔成功，但係病魔嘅折磨並冇將兩人嘅愛隔咗，反而喺患難之中，佢哋更加堅守許下嘅約定。嗰啲醫生一個又一個咁走埋嚟同我哋講話，即係佢即係都冇得救噶啦咁。佢一個即係我哋食文文，雖然佢係醫生，佢都唔願意接受係事實嘅。咁醫生同佢講，佢如果有啲咩事發生，我哋唔去急救佢噶啦，咁樣好唔好啊？咁即係問我哋，我同文文都係大家捉住手，都唔答醫生呢個問題。我哋聽完醫生講，咁我哋大家都即係攬住喊咯，抱頭痛哭啊！正一。差唔多1年前，婉文喺哀慟中送別偉興。1年後，佢自己亦要面對死亡。入院超過10日，婉文對藥物嘅反應唔理想，病情急轉直下。我每次打電話，佢都即刻自己聽電話嘅嚇。咁咧，但係嗰次打咧就要即係飛咗去 call 台啦。咁要等咗一陣咧，佢先覆機咯。咁覆機嘅時候咧，咁佢開始即係聽到佢已經唔係平時嗰種講笑嘅聲音，就好似即係佢話個肺開始即係辛苦啦呼吸，咁同埋好似啲花多咗咁咧都即係請我哋為佢祈禱。佢第二日朝頭早6點半，我一6點半電話響，我個心都已經跳到不得了。根本我哋每一日都係，每一日無時無刻咧都係，即係喺度一聽到電話聲啊，真係好驚啊！尤其是特別係夜晚黑嘅時候，同埋晨早嘅時候，都係驚㗎。即係正如即係話no news is good news。如果係太夜打嚟，或者太早打嚟，我哋都係擔心嘅話，驚話咧真係有啲唔好嘅消息。醫生嘅理性令婉文慣於客觀面對每一次嘅生離死別，甚至自己嘅生命踏入倒數日子，佢仍然能夠坦然面對。就好似當日丈夫離世，佢親手寫嘅挽聯一樣：愛不止息，彩虹下的約定永不變。主懷安息，等待他日在雲中相逢。喺神裏邊咧，佢明白咗一啲嘢，其實死唔係咁恐怖嚇，反而咧佢開始佢睇到咧佢跟住永生嘅盼望係邊啲啊？佢有一個永恆嘅盼望，就係咧他日咧佢哋會喺彩虹之下再次相會。咁我覺得咧呢樣嘢咧，俾到文文嘅價值觀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影響。因為最後嗰個電話咧，5點半啦，嗰日佢條氣可能都好速啦。佢係第一就俾咗個電話阿哥先，佢話阿哥，你多啲打電話俾媽咪啦，咁關心下媽咪啦，咁然後佢又再俾個電話我，啱啱5點半。佢話：阿媽咪啊，我要入去深切治療啊！咁你唔好驚啊，講兩句，你唔好驚啊，媽咪，我一定翻出嚟㗎。咁講咗兩句就冇得講啦。以後呢兩句説話
邊就永遠都聽唔到佢嘅聲音。每次我接到電話，話佢病情又嚴重咗，我真係唔想電話再響，好驚有電話，好驚去接受一個唔可以接受嘅事實。5月13號凌晨2點半，我爸爸媽媽同我基本上係同一時間，大家一齊醒咗，大家心裏邊都有一種同一個感應。但係當我哋去到醫院嘅時間，阿文已經離開咗我，離開咗我哋一家人。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裏會有愛無盡頭？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演文就好似一場春雨，為香港灑下愛同信心。佢為香港帶嚟祝福，係600萬人以佢為榮嘅香港女兒。藉著佢嘅捐軀咧，深深感動咗香港嘅每一個人，亦都聯繫咗香港人嘅心。我哋同心盼望起身嘅生命嘅見證，要長遠嘅改變香港人嘅價值觀，不再係擁有多少，而係肯付出多少。我希望佢嘅愛心同埋佢嘅精神咧，係能夠激勵到香港嘅市民克服困難，創造彩虹。佢好可以彰顯到基督嘅愛，基督嘅精神。佢真係為服務佢所愛嘅香港市民，放下咗佢自己嘅生命。希望專業人士以佢為榜樣，即係全心全力服務市民。但係與此同時呢，就亦都要識得照顧自己。其實醫生嗰個大無畏嘅精神，係真係為香港人服務嘅。係唔單止係醫護人員，甚至係全香港市民都係為佢而覺得好感動。我哋醫學院亦都為有咁一個咁肯捨身為人嘅學生咁嘅畢業生係感到非常之驕傲嘅。一個平凡嘅人喺關鍵嘅時刻作出一個平凡嘅決定咧，就能夠影響好多人。謝婉文醫生咧，佢嘅勇敢同埋願意付出嘅精神，同埋佢對生命嘅熱愛、明天嘅盼望，會深遠地幫助到我哋香港人，教育我哋下一代。擔心、恐懼、悲傷，其實一啲都唔需要害怕，主要係
我哋有冇膽量去面對呢啲事？阿文係犧牲咗佢嘅軀體，但係佢嘅靈魂同埋佢勇敢嘅精神長存喺我哋嘅身邊。長路就算多漫長，似沒盡頭。你終緊靠着我牽挽我的手，哪怕歲月一飄去未可留，能找到真愛已足夠。沙士疫症同埋謝婉雯醫生嘅故事，其實帶咗俾我哋耶穌基督嘅福音咧，喺5方面咧係好重要，有啲啟示。第一就係罪嘅可怕帶嚟嘅隔絕。沙士咧係病毒嚟嘅，雖然係好細，但係最終帶致死亡。雖然係好少嘅病毒，但係藥無可救。沙士就代表咗罪，聖經裏邊話俾我哋聽，世人都犯咗罪，虧缺咗神嘅榮耀。原本神創造人類係有榮耀嘅，係有健康嘅，但係因為沙士嘅緣故，人要接受一個隔離，人同埋人之間疏離咗啦，而神同埋人亦都隔絕。聖經話俾我哋聽，罪嘅工價就係死亡，而聖經話俾我哋聽，天堂同埋地獄有深淵限定，呢一邊唔可以過嗰邊，嗰邊唔可以過呢邊。所以沙士係代表咗人一種嘅無望，係一個嘅罪嚟咗呢個世界，叫人好想做嘅嘢偏唔去做，唔想做嘅偏去做，一種嘅可怕無奈嘅一種嘅狀況。罪就等於沙士，雖然微小，但係導致死亡。雖然係少少嘅病毒，但係大致人際嘅疏離，人神嘅隔絕。第二個啟示呢，就係天父嘅慈愛啦，好似父母一樣，天父愛我哋係無條件嘅，而且永遠都唔放棄。因為聖經話俾我哋聽，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天父愛我哋就好似爸爸媽媽愛兒女一樣。當婉雯嘅丈夫偉興醫生就嚟病到就嚟死嘅時候，一班嘅醫生同偉興嘅媽媽話：如果有咩事發生，我哋可唔可以唔搶救佢呢？我非常之感動。當我睇到佢嘅媽媽聽到呢啲說話嘅時候，佢話：我根本唔理佢哋，點樣可以唔搶救呢？我哋嘅神愛我哋就係咁啦。因為佢願意萬人得救，唔願意一人沉淪，所以最冇希望嘅人，其實佢嘅心都好迫切嘅，要佢哋同佢恢復關係。第三方面嘅啟示呢，就係耶穌基督主動嘅嚟尋找同埋拯救我哋。婉雯醫生聽到有病人有需要嘅時候，佢主動嘅入到沙士病房。聖經話俾我哋聽，耶穌嚟呢個世界係尋找同埋拯救失喪嘅人。第四方面嘅啟示呢，就係耶穌基督代替咗我哋。婉雯醫生佢係醫生嚟嘅，反而變咗病人。有4個病人，佢半個鐘頭裏邊，佢去搶救佢哋。最後尾，婉雯醫生死喺病房裏邊，4個病人康復了。聖經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嚟呢個世界，就係當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
就為我哋死咗。第5方面嘅啟示咧，就係復活嘅盼望啦。謝婉文醫生當佢嘅丈夫死咗之後，佢曾經多次喺佢身邊為佢祈禱，深信人可以復活嘅，何等嘅盼望！當佢嘅夫君舉行喪禮嘅時候，佢亦都寫咗一對嘅説話，佢話：他朝有日，我哋仲會喺雲中相遇，何等嘅甜蜜，何等嘅盼望！聖經話俾我哋聽，人死咗之後會有盼望。耶穌話：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着信我，必永遠不死。所以死亡唔能夠拘禁有耶穌基督生命嘅人，因為有復活嘅盼望。親愛嘅朋友，當你睇完呢套嘅紀錄片嘅時候，我相信你同我都會知道，我哋活喺嘅世界裏邊有好多嘅人際疏離，神同埋人亦都係隔絕咗。但係天父係好似爸爸一樣，佢係慈愛嘅，佢係主動無條件嚟尋找我哋，叫我哋同佢恢復關係。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面代替咗我同埋你，叫我哋可以有永遠嘅生命，又有復活嘅盼望。聖經話俾我哋聽，人如果口認耶穌係主，心裏邊相信神叫佢從死裏邊復活，就會得救，同佢和好。你願意接受咁樣嘅福氣嗎？我好願意喺呢度帶領你同天上嘅父神講幾句嘅說話，請你跟住我咁樣講啊！親愛嘅天父，多謝你愛我，我相信你愛我，我打開我嘅心，主耶穌，請你住喺我裏面，做我嘅主，做我嘅救主，赦免我以前所得罪你嘅事。多謝你接受我，愛我，赦免我。我咁樣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寶貴嘅名。